台语文刊榜，再来咱来去宜兰。宜兰在地有流传一个故事，就是辜将军甲甘马兰公主的爱情故事。即马有学校甲在地合唱团，甲这个故事改编做台语的歌舞剧。带乡亲，咱做伙来看。高水的小朋友看演戏兵戏种，歌声活泼个趣味。为着这出辜将军和甘马兰公主，演员自年初就开始练习。排练的过程，大家嘛拢用台语交谈。我的台语是我的母语吼，毋过我已经足久无用啊，除非我等于阮的后头厝，我才有法度讲台语。毋过伫平常时我拢是讲英语甲讲国语。毋过我拢甲囡仔讲，对语言就是爱，逐工就是爱摕来用。毋过对我来讲，我嘛真罕去拄到即款一直爱用台语的时阵。师生亲子同齐演出，毋但唱歌，阁演戏，是希望透过歌剧，互囡仔体会台语的口语运用和开口。即摆的演出呢，上特别的就是讲，咱大人囡仔总共有70个人，这70个人要怎伫这个台语的环境里面，透过这个剧的这个排练练习，然后让大家呢在台语上面可以落实在生活中呢，是我们觉得很珍贵的。就这个演出的机会吼，咱就会使把这个物件、台语物件带入咱的生活内底，变成讲袂是讲干那课本顶悬的学校咧教的物件安尼尔。这出辜将军和甘马兰公主的台语音乐歌舞剧，内底有新词新曲的台语创作，加上济无同的乐器，演奏出丰富多变的音乐旋律。要用音乐唱出本土故事，用台语讲出在地文化。90月底进行的周末，会伫宜兰桃园森林这个县市演出。苏晴、张华水、宜兰报道。